大家可能會認為智障人士嘅生活同埋經歷往往都係平淡嘅，但係故事入邊嘅主人翁仲平，佢係能夠憑住平凡嘅雙手活出不平凡嘅人生。蔡 Sir 早晨，係早晨，係想問咧，呢個工場主要嘅對象咧係服侍邊一類嘅智障人士㗎？係對象咧就係輕度至到中度嘅智障人士。仲平時有咩做㗎？仲平時會做辦公室清潔啦，同埋貨品加工。仲平你做緊乜嘢啊？到地。仲平嘅性格同埋佢嘅工作表現係點㗎？佢返工嘅時間又係點嘅咧？仲平嘅性格咧就好開朗啦，平易近人啦，做嘢咧係積極主動嘅，投入嘅。返工時間咧係朝9晚5啦，1點鐘時間啊。我哋都俾好多訓練機會啊，仲平㗎。咁佢咧就知道佢有魔術嘅天分，所以咧都俾好多機會佢上台嗰度表演，因為佢都幾淡定，同埋好有台風。好，跟住做點啊？由媽咪，好。仲平媽你好啊，想問下你咧，仲平今個星期乖唔乖呀？OK 啦，乖噶啦算。阿仲平係咪一開始就喺宿舍度住㗎？初時唔係㗎，後來有個社工咧轉介咗佢嚟宿舍呢度住，而家一住咧住咗16年啦。你幾時發現仲平有事㗎？同埋仲平有冇接受過特殊教育啊？佢5、6歲嗰陣時咧就發高燒，後來讀小學咧就跟唔上，咁啊後來都冇讀到啦。係咪有魔術表演啊？開唔開心啊？有。仲平住喺宿舍開唔開心啊？唔啱啦。仲平，你有冇試過自己買餸同埋煮飯俾阿媽食啊？有。仲平媽，仲平有冇試過煮飯俾你食啊？有啊，苦瓜炒蛋佢最叻㗎啦。阿仲平咧喺宿舍已經住咗16年㗎啦，佢每個星期都翻去陪阿媽嘅。咁就因為阿媽年紀大啦，又曾經跌傷過，所以我中心搞嘅活動咧，都係阿黃仲平一人參加。平時喺宿舍有冇掛住阿媽啊？有。咁我哋宿舍有好多社工啊、姑娘照顧，平時有好多活動，所以好開心嘅。你擔唔擔心百年歸老之後，仲平會冇人照顧啊？唔擔心，因為啲環境又好，姑娘又好，樣樣都好，我都好放心㗎啦。